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衣食父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 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衣食父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 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到这里哦。二堂礼拜即将开始，请将手机关机或关静音。大家平安。 让我们一起站起来，用我们的歌声赞美我们的神。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
是我山寨我救恩的保障，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握住，你是我高台，你是我的坚固者。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挪移，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主，你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你是我山寨我救恩的保障，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握住，你是我高台，你是我的坚固者。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挪移，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要不住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挪移，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主，我们要单单的来依靠你，把我们一切都献上给你。你是我灵魂的高台，我生命中的避难处，在爱中找到你同在，是我敬拜。降服在你的脚前，感受你甜蜜的同在，渴望永远不要离开。生命真光是你的爱，我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我愿一生跟随你的心意，我的渴望，我的全心，将所有献上给你。我的盼望单单来自于你，有你同在，生命得以坚定，献上自己。做你器皿，只愿荣耀你生命。我降服在你的脚前，感受你甜蜜的同在，渴望永远不要离开。生命真宽是你的爱，我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我愿一生跟
将所有献上给你。我的盼望单单来自于你，有你同在，生命得以坚定。献上自己，做你器皿，只愿荣耀你生命，我的生命，虔诚当作活祭。我愿一生跟随你的心意，我的渴望，我的全心，将所有献上给你。我的盼望单单来自于你，有你同在，生命得以坚定。献上自己，做你器皿，只愿荣耀你生命，只愿荣耀你生命。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衣食丰溢，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献上生命给我们最爱的耶稣，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衣食丰溢，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
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亲爱的上帝，感谢你给我们这份独特的生命和你的爱。有时候面对未来，我们会觉得迷惘和害怕，求你赐给我们的勇气，不只是面对挑战的勇气，更是在每天的小事上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在你面前谦卑的勇气。主啊，我们愿意献出我们的心，把我们的一切都交给你，请你帮助我们活出一个充满热情和勇气的生命，用我们的行动为你做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一起攻读新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奉献之前，我现在报告。首先是教会消息。那9月12号星期五、星期六，到星期六中午，那北中社教部会举办高龄事工研习。那2位牧师会前往参加，所以到时候要找牧师的话，可能要特别留意。那星期六13号下午3点会召开长执会，那长执请留意一下。另外下主日9月14号是总会定的新竹圣经学院奉献主日，那请大家为竹圣办学的包含灵性养成还有营会活动的举办关心跟代祷。那第4点跟学生比较相关的，就是奖学金在9月28号会发放，所以9月21号非常重要。9月21号如果你要交成绩单，你想要领奖学金，9月21号以前一定要交你的成绩单。那我们成绩单应该说我们现在奖学金的规则有更改，那会考虑到一部分的像是出席率的加权，所以如果你成绩没有很优秀，但是你就请也不要害羞，因为我们有这个加成，大家都还是可以拿到奖学金的，所以请踊跃缴交你的奖学金，请踊跃缴交你的成绩单。然后接下来是10月5号下午4点要举办那个中秋节烤肉，那请大家尽快报名。那报名费依年龄有200块、100块。那如果你在之后才报名参加后，就是要缴交400块。所以请大家要参加的话，尽量尽快报名，以利干事或者是相关人员可以在准备食材上面比较有一个依据。下个月10月19号。有音乐见证福音主日，到时候会请建成乐团还有见证分享者来进行这个整个音乐见证主日。那请有感动想要见证分享的，把握机会向牧师报名。那接下来9月21号，请各团契会长将第4季季表缴交给干事要刊登。那接下来今年度6月、7月的财务报表已经刊登在公布栏，大家可以去检核一下。
那团契消息的话，就请各团契自己所属团契的留意一下。那这边特别要讲的是9月20、21下礼拜，圣歌队会进行音乐布道，那在新竹。然后到时候圣歌队包含牧师就全部都会去那边，所以大家也是一样，如果要找相关人士的话，请留意。那教界消息，在上礼拜六，由本会出身的牧师杨嘉玲牧师在4节教会进行进程退休，那就请大家关心。那奉献的明细就如下，请大家自行检核，就是如果自己奉献的金额跟上面不太一样的话，可以跟干事确认一下是不是有刊物或者是其他部分。好，接下来奉献，我们请司献的同工。好，我们一起低头做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一周带领我们一起聚集在这边，一起唱诗歌，一起聆听你的话语，一起敬拜你。主啊，感谢你，不论我们在顺境逆境，你都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在遇见试探或者是不顺利的时候，能够有能力去克服，得到成长。那也希望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可以紧紧记住，这些能力，我的所有都是你所赐的，让我们不要骄傲，让我们不要忘记你，让我们能够一生持守在这份信仰之中。那我们这边奉上一点金钱，作为圣工之用，求主悦纳。最后我们用主祷文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接下来圣经。今天圣经节记载在撒母耳记下23章13到17节。那我来念，大家可以仔细听。第13节，开始收割的时候，三个侍卫下到亚杜兰洞，到大卫那里。非利士的军兵在利范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驻军在伯利恒。大卫可想着说：但愿有人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来给我喝。这3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军营，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给大卫喝。他却不肯喝，将水浇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我绝不做这事。这3个人冒生命的危险，这不是他们的血吗？大卫不肯喝这水，这是3个勇士所做的事。接下来正道，今天义节牧师要正道的主题是无名的勇士。时间交给义节牧师。来，我们谢谢定信执事。好，礼拜开始，我们今天我们有寿星，哎，崇文，我们祝崇文生日快乐！刚好今天，啊，听说等一下下面礼拜完下面有蛋糕，有人帮你准备蛋糕庆生了，啊，庆生哈。好，看到大家真的很开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拣选，你的怜悯，你的慈爱，
让我们可以在信仰的家庭里面从小一起成长。在这个信仰的家庭里面，我们有看到许许多多无名的弟兄姐妹，他们委身服侍，齐心建造你的教会。也愿今天透过撒母耳记下23章13到17节这样一个段落，帮助我们再一起思考，我们自己是否有忠心成为那个勇士，来侍奉主你的教会。也是否我们能够从这段经文里面得到启示？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使用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有句话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这个是我们那个年代了哈，可能现在新社会可能都没有听过这句话。意思是说，老虎死了会留下一个很美丽的皮肤，哦，有人专门收藏虎皮。那人死后嘛，也要留下一个美好的名声，哦，让后代人知道。正面是说鼓励人要积极的奋斗，我们要有所作为，才能在你死后之后让人有敬仰，啊，敬仰。在座认为同意吗？我知道在21世纪多元文化创新的价值观当中，对留名这个样的观念不一定完全会认同。没有留名，就代表我们活着没有意义吗？然后很多留名的，他真的就是英雄吗？暑假牧师第3个孩子子爱上大学了，时间真的非常的快。很多人说啊，看了子爱来到建成的时候是小学5年级，转眼之间他上大1了。我们都知道，要上大学满18岁哈，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愿望，就是能考上机车的驾照。所以9月1号，牧师就带着子爱去考机车驾照，到士林那个监理站，去的时候满满的人，大概都像他们这个年纪了，然后有志工的引导，然后柜台非常的忙碌。报到完就去考，报到完就去考。他笔试出来之后，我心里面。考上了吗？考上了，90分，90分就准备去路考然后就自己去路考。路考那边也有那个有志工啊，有那个好，第1分分挥过，反正就是过了。在那时候等待的过程当中，我还在准备这篇讲道篇这礼拜1的时候。牧师心里面有一个深深的感动，就是说，如果单单为了一个机车的驾照，我忘记带出来，一张机车的驾照，竟然需要那么多我们不认识的工作人员来服务的话，哇！所以我心里想说，其实这些都是无名的英雄啊。我们知道，我们礼拜1、礼拜2、礼拜4、礼拜5、礼拜6都有倒垃圾嘛。这些清洁人员，你有知道他的名字吗？肯定有打招呼，但是你不会知道他的名字的。警察、军人，很多等等的。这样牧师看来，没有名好像一定不好吗？那有些那些有留名的，反而是臭名啊，有没有？我们现在有名的，反而说是很臭的名，讲到某一个人就觉得很臭的名最近反正那个很多政治立场嘛什么93金人节嘛有一些那个演艺人员就要发 FB 嘛或者 IG 嘛就被骂了半死被骂了半死我们去思考到底留名跟没有留名到底差着什么？所以牧师就透过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思考。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13节到15节，那个 PPT 13到15节。牧师来读大家可以在我读的时候，你可以想这段经文。那如果按着新眼光读经的弟兄姐妹，我们撒母耳记下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又开始换另外一篇讲道篇了另外一篇的那个的经文。13节说，开始收割的时候，3个侍卫下到亚杜兰洞，到大卫那里。非利士的精兵在利凡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驻军在伯利恒，大卫可想着说：
但愿有人从伯利恒的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来给我喝。收割的时候，这边其实在讲那个季节。收割的时候，以色列他们是属于地中海那个气候。收割的时候，大概已经是夏天了。夏天的时候呢，这天气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又干燥，啊，我想这阵子大家台湾的夏天其实大家都有一点受不了。但是我们的干燥，我们的天气又有点会让你很不舒服。尤其在人很干燥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人的情绪上面就会受影响。你看，大卫就受影响了。哦，你听得讲牧师，大卫就受影响了。我们先回到前面来看，就是说，在23章，当撒母耳记到23章，代表整个撒母耳记要结束了，也就是大卫的故事要结束了。23章第1节的起头就说，大卫人生最后的话、遗言，记载了大卫他对他过去生命的回顾。对上帝在他卑微的生命、小小的牧羊所受奇妙的作为，他献上感恩。这个也是牧师在探访我们教会很多年长者，他们常常跟我说的：牧师，我真的很感恩，因为有上帝让我们家翻转。大卫其实也就是这样。然后23章8到29节记载的跟随大卫身边很多的勇士，名字一串。我们知道啊，若不是这些勇士的协助啊，大卫的王位要坐稳，其实是非常的困难。这些勇士有的是在早期大卫的跑路的时候就跟随他的，也有从后来跟随进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一个事情的发生，我们觉得上帝真的很奇妙的作为。大卫是上帝自己拣选抹油的，以至于上帝其实也很派很多人在保守大卫。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一个公司，甚至像我们教会信仰的团体，要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不可能只有牧师，还有长职。经文记载说，记载很多勇士的名字，让我们知道支持大卫的勇士名字来自四面八方。除了什么？除了12支派的勇士，还有很多外族来的勇士啊。看到这边，其实牧师觉得大卫他真的是一个很有肚子、很有雅量的人。外族来的勇士，教会其实是这样，教会不能成为一个内聚的一个教会。其实我们这几年其实有来都很多的新的朋友，然后稳定在我们这边。然后我们的社青团契其实啊，我们的 DNA 很特别。我们社青团契外来什么个性怎么样的人，我们都能够接纳。其实这个是很棒的。我们很需要很多外来的勇士，外来的勇士。所以牧师今天将讲到聚焦在13节到17节。13节看大卫跟那3位无名的勇士，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经文讲到30个勇士中的3个勇士来到大卫的身边，来到大卫身边。然后那个时候怎么样？敌人在哪里？在伯利恒呐。敌人在伯利恒。伯利恒真的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地方啊。早上那个停医的阿嬷啊，她拿了一个那个拐杖走进来，她跟牧师说，这个拐杖啊是当初她18年前跟牧师去以色列的时候拿的那个拐杖，我吓一跳。因为我们为什么知道18年？因为只要子爱10几岁，我们就去几年。因为子爱是9个月的时候跟我们去耶路撒冷啊，那时候我跟那个吴长老娘还不认识，来到建城认识那个我们第一站就到伯利恒，很美的一个地方，现在还是很美的地方。大卫说，很可想，深夜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的井水来给我喝。牧师问你一下你为什么那个大卫对那个井水他那么渴望？在他很干燥的时候，他的身心灵其实很挑战，就是天气很热又要打仗，他突然想到故乡的井水。你成长的背景当中，你家附近有井的举手一下。都没只有我牧师有我从小的时候，我们家旁边有一口井，周边大概7、8户人家在用了，
反正就是在那边洗澡啦，干嘛啦，都在那边，就是那口井，都在那口井。所以其实那口井还在，啊，那个，子怡宝宝有跟你讲过那口井吗？你们忘记了嘛？对不对？哈，下次会去带你。那口井还在。大卫他就是这样，他突然那个时候他想到那口井，哦，那口井，而且大卫说甚愿，我们经文看不出来他的口气。如果大卫是这种口气，我希望有人去把那边的水拿来给我喝。不一样哦，他有点命令，又有点期待。有句话这么说哈，一个无人的将军啊，会累死三军。可是大卫他并不是无人的将军啊，但是因为在这炎热的天气里面，大卫的内心让他产生了欲望啊，让他失去了理智。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也常常会在我们很烦躁的时候，做出了不理性的决定，有没有？平常其实不会。这边很多要当爸爸的哈，其实我在初期当爸爸的时候，也会俩公，因为我没有当过爸爸，怎么孩子会那么吵？再怎么样讲，他就会吵。这个俩公出来，把孩子拿起来摔，你知道吗？真的，子怡有被我摔过。子怡不好意思，我真的常常把他摔下去，你知道，气死了，一直哭，为什么哭？因为上班都有压力嘛，情绪嘛，然后回家来，对不对？所以在这炎热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在我们生命过程当中，在跟同事、在家庭里面，突然，你看常常夫妻吵架，离婚就离婚，平常都不会哦。可是，当我们被欲望走胜的时候，我们那个理智线就这个消失了。我们常常做出意想不到的。大卫就是这样子，我要喝我故乡的水。要喝故乡的水可不可以？可以。我现在要喝故乡的水，可以不可以？可以。买张机票回去就可以喝了。可是这个时候的伯利恒不是这样子啊，伯利恒是有敌人驻守在那边啊，要去敌人的地方拿水，那等于是不要命了。难道大卫又要再一次犯错吗？弟兄姐妹，我们这几个月都在讲大卫的故事，大卫有没有犯很多的错？没事，在宫廷里面散步，看到人家的太太在洗澡，然后就喜欢她了。为了占有这个太太，派先生乌利亚上战场，然后被杀掉。大卫难道又要因为他的私欲，造成遗憾，失去部下的生命吗？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牧师会回想，因为我自己的私欲，我的欲望，常常让我们陷入在信仰的危机当中，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回想一下，就好像约翰一书所说的，因为肉体的私欲、眼目的情欲，都是我们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常常在控制我们。这世界上看得到的东西，财富、地位、权力、面子，以前是这样子，现在还是这样子。对所有人的吸引，真的都是非常的大。魔鬼常常引诱我们去冒险，没有人看到。我不晓得黄信，如果你在这边打鼓练习的时候，突然把哪一个东西打坏了，没人看到。黄信笑，赶快把它连一下就好了。反正下一次刚好碰到乙酰胆了，啪，乙酰胆破掉了。有可能哦，有可能有时候我们会想，因为我们去冒险做这个事情，我们类似这个事情哦，考试、偷看、作弊，这边有作弊过人举手一下。很聪明，我也有，我自己也有。有时候那个就讲说，那个都会让我们引诱我们去冒险，让我们失去节制的心，以及过简单生活，会让我们陷入罪恶的陷阱当中。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心没办法被耶稣的爱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工作上面、家庭上面，甚至是在教会上面，做出很多得罪上帝的事。我举个例子，昨天牧师去大稻埕，300多个人参加长职的训练。
中场的时候，就有一个牧师来跟我分享，他们今天要长职改选，部分的长职改选，他们很期盼的一个执事，一个执事，某个执事，他应该也会选上长老，他们也希望他们慢慢年轻化。可是这个执事跟他说，他选上他也不就任，所以他就很苦恼。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现在教会有一个乱象，什么乱象？站在台上的都会被指指点点，台上都会被指指点点，而且是都被长辈们指指点点。我说哇，那真的是很麻烦。我们常常有时候在教会，你不要说长辈就不能，他得罪上帝啊，他得罪上帝呼召的这些长老执事啊，以至于没有人想要再承担教会的一些责任，指指点点。这是我们要在信仰团体里面，我们要互相去提醒的。我们来看16节，16节记载的是3个勇士的行动。这3个勇士用很快，他听到大卫的期盼。很快传过非利士人的金银，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面打水，拿来给大卫喝，拿来给大卫喝。但是大卫呢，他不肯喝，将水浇在耶和华面前。有句话这么说：上行下效。也就是说，站在台上的人，你要注意你的言行举止。好，就牧师、长老、执事，我们常常站在台上。我们不能台上站是一个样，我们在台下又做一个样。那我们可能是当人家的父母、长辈，我们的言行会影响下一代，因为下一代常常都反映着你。牧师、长老是怎么样，可能弟兄姐妹反映出来也是怎么样；父母是怎么样，孩子反映出来可能也是怎么样。大卫的故事里面，从他对上帝拣选之后，他一路上就受扫罗的追杀，有没有？我们好几个礼拜都在讲这个事情。他有好几次的机会，他可以把扫罗杀掉，他也想，但是他的理智告诉他不行，扫罗是上帝抹油拣选的，他也阻止部下来杀他。大卫的一生征战当中，当他求告耶和华，他就得胜；当他靠了自己的欲望的时候，就战败。大卫很可取的是，因为他犯错的时候，他会调整悔改，所以上帝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牧师相信怎么样？我们在经文上虽然没写，但是牧师相信这些跟随大卫的勇士们，他们在某一个程度上面，我觉得他们是有信仰的，他们是有信仰的，而且他们是认识上帝的。以至于他们很清楚认识大卫，上帝拣选抹油的，以至于他们愿意尽责卖命来服侍大卫。其实不是服侍大卫，他们是服侍大卫后面那个上帝。所以经文描写这3个勇士，好像听到一个命令一样，或者是为了要满足大卫的需求，他们用很快的时间完成了一个任务。经文写说，冲过去，对，闯过非利士人，冲过去，然后马上从井边就打水，然后就给大卫喝，很快。3位勇士完成了任务。我们可以想象，这3位勇士并不是受到大卫的权威跟压迫，他们真正的是因为爱上帝、敬畏上帝，以至于他们用爱为基础，让他们有勇气、力量，不是莽夫，他们才可以面对前面的艰难。他们的献身超越了对大卫的忠诚啊！牧师讲，他们其实是真心的奉献给上帝。牧师不知道在场的你怎么看待基督徒的身份？如果还不是的基督徒的人，你怎么看你旁边那个人的身份？牧师，我都已经信仰几十年了，你还在问我这个问题？对，牧师就是在问你一下，你对这个身份是有很多的算计在里面吗？盼望透过来教会交朋友，这个时间来也不错，冷气吹，听牧师讲话，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
等一下还有爱餐可以吃。你是想透过这个身份得到什么好处吗？还是说至少要有个宗教可以得到一个福气？这个是人性无可厚非，但是牧师要解释一下，就是当我们下定决心要受洗、要跟随耶稣的时候，在初信的期间，我们就说你就好像跟生出来的孩子，或者是还在慢慢学走路、上小学之前、上幼稚园之前的阶段，那个可以。但是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我们来教会做礼拜，参加团契的生活，委身在教会事工里面的服事，我们在信仰上面其实会慢慢被建造起来，我们就要慢慢成为了嘛，从一个信徒变成一个什么？一个门徒啊！我们要从一个信徒变成门徒啊！也就是说，我们才新兵训练，然后我们开始要下部队，就开始要可以打仗了。子爱啊，考完驾照，开不开心？开心啊！请问在场有没有人考过驾照之后一辈子都没有开车、骑车的举手？有没有？雨香是不是你妈妈？姑姑考上机车驾照，汽车，那为什么不敢开？害怕，害怕。然后我有认识一个人也是，他考上机车驾照，然后骑出去的时候就摔到田里面去了，从此不敢再骑了，不敢再骑了。有。所以牧师是说，所以慈爱，昨天妈妈陪着他开始绕台北市，有目标好骑到民生东路那边爱儿他暑假打工的地方然后之后休息一下拍个照，然后再骑在他的母校松山公楼拍个照然后接下来他就自己要研究从松山公楼怎么骑回教会，他妈妈不教他。因为那一天刚考完驾照的时候，最后南京西路这一段，我有让子爱骑一下，我在后面紧张的半死。为什么？因为他不再会刹车，我的天哪！旁边都是宾士车，什么车撞到还得了？我就很紧张，你知道，很紧张，因为他是这样整个握，懂我意思吗？而我们正常是要这样握，随时但是你看，实际上路不一样啊。我们信仰也是一样，我们刚开始来教会，慢慢开始我们学开车，开始我们要上路，我们本来是基督徒的，我们要成为门徒，基督门徒。这个过程当中不容易。子爱还有一个很困难的，子爱不好意思，爸爸给你吐槽。我那个台老爷车，要推下来跟架上去，也不是那么容易像子爱这次去勤益科技大学，他第一次搭火车嘞，还坐错了，真的，也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其实都不容易，我们没做过都不容易。我们刚这个信仰其实是不容易，我们会操练，可能我们在事工里面的操练的过程当中，人与人很不愉快，但是没关系，上帝透过这些操练，抹去我们生命当中的零零角角啊。什么叫零零角角？可能我们有很多很骄傲的地方，我们很爱面子，或者是我们自我形象很低落，甚至我们对过去原生家庭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一直没办法放下。但是透过在教会群体的生活，会让我们慢慢成为一个会学会忍耐、愿意牺牲顺服、有勇气的那个人。我们会成为常常因为有这个信仰，我们有盼望。我不晓得黄信在国外那么多那一段自己走的时间我想应该是有某一种勇气让你走下去。黄信有在分享他在某一次是真的是累了，直接就睡马路了，直接是不是？直接在马路上就睡了。我想这个信仰会让我们常常有盼望，我们相信上灵常常会跟我们同在，让我们成为依靠上帝的一个勇士啊，勇士。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节经文17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来，请说：
耶和华，我绝不做这事。这3个人冒生命的危险，这不是他们的血吗？大卫不肯喝这水，这是3个勇士所做的事。3个勇士冒生命危险完成任务，这是大卫的理性。大卫的理性，我应该就是说，这大卫的灵性，帮助他理性跟灵性，帮助他战胜我们的欲望。有时牧师在决定一些事情，不一定完全会那个，可是当我们在决定，有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要调整，要调整。所以大卫他意识到他犯了大错啊，他竟然是那么一个自私的人。大卫深深的悔改，他悔改，他将那个水浇在耶和华面前，他悔改。弟兄姐妹，悔改对我们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尤其在现在2世纪，没有人会认错的。2台车相撞，一定下来一定吵架的。悔改有时候我们就是要转身。你不悔改，你不转身的时候，你就是离那个恶就越来越远。牧师这次在慈爱一日来回台中的时候，回来的时候高速公路就是有点比较不熟，明明要右转，我又直开。那我知道他下一个如果要回转，不然就会到彰化、嘉义彰化，越来越远。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常常有这个悔改的心来帮助我们。所以大卫其实他很珍惜3位勇士的努力，他忍住他自己的渴望，喝伯利恒井边的水，而且他把那个水当作3位勇士的祭献给上帝。意思就是大卫认为，只有上帝有资格来承受这样贵重的礼物。弟兄姐妹，对大卫及3位无名勇士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教会需要大卫，但是需要更多的勇士一起来建造。教会不是牧师，也不是长子的，更不是某一个家族的，知道吗？长老教会其实常听到某一个那个是某一个家族的，不是，是我们所有人在座现在所有人的教会，不管你受洗还没受洗，你出入的教会是我们所有人的，我们缺一不可。怎么说呢？以建成来讲，一个礼拜当中，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招待，音控、圣歌队、诗会、诗琴，礼拜完算钱的财务。等一下，我们爱餐关怀部的料理小组，平常我们各部其实都有在活动，你可能不知道。总务部可能我们的安检啊、水电哪里坏掉了，我们就要利用在周间的时候要赶快把它修好，让大家礼拜天来的时候可以用。财务也是关怀哪些弟兄姐妹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要周间就要去了解。宣道部也是礼拜1、礼拜4、礼拜5 3天。今天台语堂的一个招待，一个长辈跟我说：“牧师，我一个客人他说他这个礼拜去你们建成教会。”我说：“哦。”然后他就说：“我们的牧师可不可爱？”他说：“你们牧师还蛮幽默的就是他的客人来参加，我们今年也有很多的新的人加入我们当中。可是我们这些服侍的同工，每一个都是无名的英雄。我们有没有好好尽责任，在服事里面，让新来的这些外面的长者感受到爱？牧师每次在社青团契都很感动爱轩的分享，他都很感动，他其实来这边得到很多的爱，以至于他愿意留下来。其实现在牧师赶你们介绍带人来建成，你知道吗？刚开始前几年，其实牧师不太敢，因为我们还在建造，所以呢，缺一不可。教会是大家的，但主要是当你被呼召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你有没有尽忠的服侍？或者是因为你很忙，你没办法服侍，你只是一个单单的平信徒，你有没有在你的工作、职场、家庭，你有没有尽忠的服侍？我们知道勇士是需要在团队当中被建造，
你看黄信打鼓以前也不是这么有自信啊，但是你看在团队里面建造，我们会慢慢进步的。我们会现在在团队里面成为一个有力的影响的效。你看，我为什么现在常常讲到黄信？因为他现在是好的效啊。以前好像，他现在是好的效。什么叫好的效？就是有上帝的爱在他里面啊。他常常可以给周边的人，他会去影响、带动周边的人看到那个亮光啊。牧师举一个例哈，其实我们现在教会很多的效，因为我也要希望大家为这个长辈来祷告。我们黄六典牧师是我们教会的创办的牧师啊，他一个长子黄仁和弟兄大哥85岁，他是在圣歌队服侍，他住汐止山上伯爵山庄。他每个礼拜六从伯爵山庄搭巴士到汐止火车站，再从汐止火车站搭火车到台北火车站，再从台北火车站走路到教会。2个小时练完之后，他同样的路线走回台北火车站，他一定要准时离开，不然等一下回去会搭不上社区巴士。他是因为牧师的孩子，所以他就要这样尽心尽力的服侍吗？不是的。牧师觉得他是一个无名的英雄啊，而且他是一个好的效。他深深激励了牧师，我觉得应该也激励很多我们圣歌队的。他都这么尽忠守时，在服侍上帝，那牧师怎么能够偷懒呢？在上个礼拜，牧师出国的那个礼拜，他本来礼拜六一样要来教会，但是他在车上他觉得不舒服。他马上坐车再回去，晚上就请他孩子送他去汐止国泰急诊，他有点小中风，所以现在走手走脚不太方便，讲话也有一点点不太方便。前几天我跟郑梅长老我们去探访他，然后也给他加油打气，我们希望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为了这个黄仁和仁和，你可能不一定认识。但我们要为了这个，为他来祷告。像仁和这样的勇士，在我们建成教会的故事其实很多。我想在场的都有，在场的都有。因为我跟知梅牧师啊，你们可能看了一个点，我们看的是整个面。我们常常会不惊奇看到那个勇士啊，明明礼拜天早就有人学着什么晚上7、8点，礼拜堂灯亮着，我们大概知道有人默默在偷偷做什么事情。不是偷打鼓啦，不是偷弹琴，有人在偷偷布置教会的教会，他也没有跟人讲，很多的无名英雄。我刚刚讲的社区，其实那些同工都是无名的英雄，他们很尽心尽力的在做。这些无名英雄就好像是3位勇士，其实他们可以带来很大的影响。你不要小看你们，你在你的位置尽力的时候，会影响身边的同工哦。这3个英雄，他们用他们的行动。让大卫悔改，他用这个行动让大卫觉得他这个决定是可耻的，他怎么可以因为他的欲望，他要喝伯利恒井边的水？但是这3位勇士，他用他的行动帮助了大卫。常常我牧师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的服事，其实很激励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可能想要偷懒了，或怎么样的。最后牧师要以马太福音6章19到21节跟大家勉励。那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3节经文。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会咬，会朽坏。也有很多的贼会来偷你的财宝，所以我们只要积财宝到天上，天上没有虫子，也不会朽坏。也没有小偷可以来偷。最重要的是21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段经文搭配今天的主题的诠释，牧师是说，人在世间真的不需要留名啊，而且我们常常会留到的是什么？是臭名啊。而且不管你真的是有名或没名，我们在世上的时间很快就过了。
昨天我有一个认识的牧师，他很敬爱，从小看他长大，带他去宣教，带他一起成长的一个长老过世了。他说他非常的难过，他好难过，好难过。牧师就鼓励他，回天家会常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啊。而反而是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要专心留名在天上。弟兄姐妹，我们要留名在天上，我们要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有佩玉，有众伦，还有我最帅的女婿一手。我们要在上帝国里面留我们的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用这个诗歌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要常常对自己宣告，我们要勇敢的说出：主啊，我要将我的生命献给你，我要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你来用，愿你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跟着敬拜团的一起来唱这首歌。将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歌词想到说，我的心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忘记什么？耶稣如何为我们舍命，我们才有机会来到教会，成为他的儿女。我们真的不要来到教会久了之后，我们就麻痹了。久了之后，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求主帮助我们，在田雅诗歌当中，我们再一次的主说，我们要将我们的心献给你。将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万人的当中，在此时此刻，你带领我们来到建成教会。感谢在世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事件、人事物困扰着我们，以至于我们没办法打开我们的心，让主耶稣来到我们的心里面。以至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不是那么的平安跟喜乐，
耶稣，我们恳求你进入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你来掌管我们，你来让我们看清楚，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随时的依靠。在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情，在你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梦想，我们要来实现。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认识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我来唱《Man Gang》。求你使用我，哦主差遣我，是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个走回家，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哈利路亚！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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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说，嘿，大步走，嘿，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天，嘿，走回家，嘿，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2堂礼拜到这里结束，大家可以彼此交谊。